好，這電力文轉來了後呢，今嘛這總統府是宣布，咱的總統賴清德會在4月22至26這當中，帶團去訪問咱的友邦史瓦蒂尼。這也是賴總統上任了後第2屆出國的訪問，希望會當達成安全共贏、經濟共贏，也有數位共贏3大目標。那這屆呢，這飛行機是直飛未過境任何國家，也未經過中東地區。咱甲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王國建交建立58週年，4月下旬史瓦蒂尼要舉辦國王登基40週年，甲58歲花誕一系列的慶祝活動。總統賴清德確定在4月22到26會親身率團去訪問。賴總統也期許這一趟能夠達成3個共榮的目標。第一個是安全共榮，第二個共榮是經濟共榮。史瓦蒂尼是台灣在非洲重要的友邦，除了有穩定的投資環境，有優秀的人才，也是非南關稅同盟以及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的重要成員。這屆出訪是以大使東慶牽手共贏做主題，向定兩國在歷史的重要時刻下做伙，牽手深化合作。這嘛是賴總統上任了後第2屆的出訪行程，希望會使達到安全共贏、經濟共贏、數位共贏3個共贏的目標。這屆出訪的飛行機是直飛無過境其他國家，為着要符合安全，嘛未飛過中東地區。這是直飛了哈，所以沒有過境哈。那這次訪團是秉持舒適、安全、便利、尊嚴的原則。這次我們沒有邀朝野立委哈。訪問團的成員包括總統府秘書長潘明安、外交部長林佳龍、僑委會委員長徐嘉清、經濟部長江文竹、國安會副秘書長李文，甲總統府發言人郭雅惠。若外界關心參加慶典是毋是會甲其他國家的元首會見面呢？外交部是表示講，若是有機會，自然就會有一寡意見的交換。記者綜合報道。